如果有一日你喺公司嘅官網喺你負責嘅 project 上面，你個名突然之間消失咗，好似從來冇存在過一樣，你會有咩感覺？呢件事啱啱就發生喺 TVB 嘅日本通周奕偉身上。危機爆發。琴日我哋先講完鄭伊健日本演唱會，因為不可抗力被取消。今日另一單同日本有關嘅怪事就發生。周奕偉、Javis 同阿姐汪明荃拍好晒嘅日本旅遊節目，喺官網上面，佢嘅名、佢嘅簡介，一夜之間被洗得一乾二淨，連台慶提名同一個節目，其他人有份，偏偏就冇佢。佢明明上個禮拜先出席完記者會，點解一個人點可以咁樣被消失？我同你分析兩個最有可能嘅劇本。劇本 A， 商業求生，一個節目，尤其係大製作，唔係淨係播俾香港人睇，背後嘅金主、廣告商，甚至係將來賣埠去其他市場嘅潛在買家，先係米飯班主。假設個節目要喺內地平台播放，喺而家呢個時間點，一個以日本專家形象深入民心嘅主持，會唔會成為一個風險變數？喺監製嘅演員名單上面，一個藝人嘅名，有時唔係一個名，而係一個風險係數。為咗成個項目可以順利推進，為咗避免任何潛在嘅公關災難，最快最直接嘅方法係咩？就係將呢個變數直接移除。呢個唔係私人恩怨，呢個係冷冰冰嘅商業計算。成件事亂到好似打完10號風球嘅女人街，但喺決策者眼中，只係撳一個 delete 掣咁簡單。劇本 B， 內部博弈，有冇可能成件事同外面嘅世界完全無關，而係一場電視台內部嘅權力遊戲？一個藝人嘅上位必然會影響到其他人嘅資源，一個節目嘅主持位，一個頒獎禮嘅提名就係最現實嘅餅。周奕偉近年備受力捧，攞埋最佳主持，會唔會有人眼紅，將佢喺一個重點節目除名，再喺頒獎禮提名上漏咗佢，係咪一個敲打嘅信號？一個係驚得罪金主嘅大圍政治，另一個可能係增長爭上位嘅山頭文化。你覺得邊個可能性高啲？無論係邊個版本，真相都係一樣。喺呢個巨大嘅商業機器入邊，你可以隨時被取代、被刪除、被當無道。你嘅努力、你嘅存在喺某啲決策面前輕過一條羽毛。台慶嘅司儀麥美恩突然消失，今次周奕偉，第一估下一個係邊個？歡迎你留意話俾我聽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關心嘅人，等佢哋知道娛樂圈生存嘅另一面。